对风台上届届，总统赖清德透早就到灾害应变中心来坐镇，甲县市首长来连线听简报。顶一回3到2风台要求花莲这个特村，当时赖总统是甲花莲县长施真伟质问6届，今仔日总统一个开喙，就先学到花莲已经来替2、3千外人，而且甲因收容，这是真好的决策。总统嘛强调讲，中央会协助灾后复原的工作。目前宜兰县政府有没有需要中央再进一步协助的？没有。风台内面对总统赖清德透过视讯的关心，宜兰县长林姿妙敢若有淡薄誤神，是讲当然会当体谅，尤其是东半部是风头面。已经撤离了3000多人，同时呢，除了依亲以外，也都已经给他地方收容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。甲顶摆3到2无共，问花莲县长施真伟6摆，有人认讲这是咧找麻烦，这摆一开喙就先讹了县府的团队。赖清德伫灾害应变中心听简报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主持灾害会议，非常的谨慎。超过52%的灾害是因为这些强大的风势所造成，特别是路树倒塌，所以要请相关单位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。台北市有南山的灾情，有市民和倒落来树仔卡着，蒋万安再次吩咐相关的单位要谨慎应对。另外，气象团队估计，到尾暗的这段时间是风甲雨上大的时阵，市民关心讲敢有可能连续放2天的风台假？议员建议讲这是科学问题，应该由中央来发布。台风假本身的争议就非常大，所以我在这边建议中央是不是可以跟地方达成一个共识，分区块来讨论。晚上8点来宣布是否停班课，因为原则上我们还是先要确定相关气象署提供的数据资料，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掌握，再跟邻近县市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想现阶段当然还是依照规定由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宣布。双北家人桃园会做伙宣布，全台地方首长即马拢真紧张，要掌握风台动态，加强警备甲防灾作业，降低强烈风台伤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